好，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今日阿群妹要同大家讲下来，透过伊个同有限同诉讼的伊个下主题，要同大家来分享下有关茶的故事。韩国其实客家中有同到蔬菜都种茶，福起来一路以来咩小记的同道。啊，今日要同大家来分享龙潭的茶哦。啊，啲人讲以前大家做先上课呐。龙潭也下出产卖嘅茶係印象當中有談過嘅，今日嘅節目當中就會同大家來好好分享，細細嘅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呢度有請到嘅來賓，係兩姊妹喲，來分享四一位農園嘅姐姐燕玲，還有妹妹子玲分享。大家好，我是姐姐燕玲，然後歡迎很開心來到這裡。我是子玲，很高興可以認識大家。好，歡迎兩姊妹來到節目當中，今日就係愛同大家來分享自家屋企嘅茶園，係我聽講而家就係第三台茶園第三台，來同大家分享一下屋企呢度茶園嘅故事，好嗎？故事係阿公嗰陣時開始嘅。對，就是其實我們是就像剛剛講的，就是我們是第三代。對。然後我是從阿公的時候就開始種茶，然後就民國大概70年的時候，70多年的時候，阿公就有茶廠，然後就從開始的就是做龍潭的初制茶那一些，然後做初制茶，還有像是大家很有名的，就是我們桃園龍潭的包種茶，就龍泉包種茶那一些。龍泉包種。龍泉包種。哦，就是清油苗嘅。清油苗，對，就是在李登輝前主席，但他那時候是省主席的時候，他幫我們龍潭命名的一個茶類。哦，原來龍泉包種茶是這樣子來的。對，他那時候剛好他們推廣一些在地的特色，所以那時候就是剛好就是那時候還有省主席，所以李登輝省主席那時候他就幫我們那個龍潭去命名這個茶類。哦，嗰時候龍潭一定有名，剛一開始問他上課啊，一定有名嘅就是這個龍潭包種茶，這種茶，對不對？對對對。哦，然後嗰陣時阿公係第一胎，然後爸爸係第二胎，對啊，不過爸爸屬於嗰陣時就冇種茶園誒，從冇就沒有在種茶。應該是就是剛好就是爸爸就是從小就是在因為家裡做茶，所以他又是必須得國小國中放學回來的時候，他就是要跟阿公一起做茶。然後到後期以後，大概民國80幾年的時候，他後面就決定說，那他就慢慢也是在做一做，然後後面到轉型到90年的上下的時候，民國90幾年的時候，他又決定說，那就是剛好爺爺過世了，然後爺爺就阿公過世以後，他就決定說，就是把茶廠廢掉，然後對，因為他覺得說，然後他就是後面就是專心弄批發零售那一塊。哦，所以爸爸嗰陣時有作為一個轉變，但是這個轉變之後，第三代兩位回來接手之後，又冇共用誒，你們又重新開始。又再過去請一堆茶園，請一堆梯來種茶。那其實我還蠻好奇的，因為從爸爸小時候有經歷過那個茶園的荼毒，跟種，你可以聽說懂辛苦，那一定是非常辛苦的。對，跟你阿德韓這個時間有任何這種在茶園辛苦的印象嗎？也有，也是有。因為阿公還在做茶的時候，是我們最小，就是剛出生還在幼稚園的那個時候，所以就是我也不能講說我們很辛苦，就他們在做茶，然後我們在旁邊抓蚱蜢，就是你會看到那種工人嘛，他們就會背着那種採茶機，然後一兩個人在那邊茶園裡來回的走，然後我們是好幾個，會有我跟姐姐啊、堂哥他們，就是堂姐堂弟等等的，我們就在旁邊，然後有蚱蜢就抓蚱蜢，或者是說抓蚯蚓去等等，就在旁邊玩啊，就是大人也可以順便顧得到我們，然後我們又可以自己自得其樂這樣子。故作算是茶園胎。對，可是就除了這一塊以外，因為畢竟在80幾年的時候，然後90幾年的時候，就是阿公還沒有離開之前的時候，我們也有要幫忙的點啊，所以就是他們有時候就6日的時候我們要採茶，對，他們是不是用人工採，是用機，因為他們是要賣茶青給一些公司那大廠那一些的，所以就是假日的時候就我們曾經有經歷過就是要採茶，所以我們就因為我們2個女生拿不起那個他們叫做
双人检查机，哦对，那个机器对机器那种的，所以就是他们采完以后，我们就在旁边帮忙这样子，填数圈袋子在旁边填数这样子。因为我想讲，可能我想再个请伊的茶叶来种，佮可能迄头摆寒色嘅时节，无经过做茶嘅嗰种辛苦，不过你用茶迄有经过做茶嘅种辛苦诶。故说爸爸他晓无种茶，佮会专门经营一间红茶店过后，领到含迄接触过后，含迄想到讲，含迄会请伊的茶叶转来。为什么会就是还是想要做这么辛苦的事情？因为都茶研之后才真运动辛苦。会这样子想，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大环境，我们想要做一些6级化的部分，然后回过源头，就是茶园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单纯只有茶行的话，就是有些人就觉得说，那加上我们加上我们自己还要再推一些休闲农业的部分，然后想说，那其实有一块茶园，让游客来的时候可以真的看到那个茶园，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的。故說ที่3台兩姊妹按用經營，係喺同頭擺有冇共用嘅素材，就算同阿公頭擺共用有茶葉，然後同爸爸共用有啲賣茶，不過自家經營還是有一些轉型的地方。對，比如說剛剛講到的加觀光的部分，休閒的部分，休閒農業的部分有加落去。對，那因為一開始大家應該都有看到，就是用那種後生細阿妹耶。對，其實要這樣年紀，可能跟你們同年紀的很多同學朋友，然後龍潭出世，可能都應該一種打標，北漂南漂可能都有，但是你們就決定在青春年華的時候就決定要返鄉。對，這麼該我想我真都不考慮接觸茶園給按用給投入。我會想要回來的點是，剛好我大學的時候是讀茶葉相關的科系。对，這個科系是什麼科系？很少見，很少見。它是在嘉義市，然後大同技術學院，它有一個茶文化與事業經營系。茶文化與事業經營系。古時候佢嘅亞在學呢這個學系，就是為到會培養經營茶產業經營茶產業的人才。對。像我們班那時候就有一半是對茶葉有興趣的，然後一半都是2代或3代，就家裡有茶。對，這要麼就是因為我們在嘉義市啊，嘉義市就是號稱就是阿里山腳底下的，他們就是靠近茶區，很多茶公子公主的地方，大家就大家一起努力，好有趣哦。所以你懂之後就上到工，你會做一件事情。不然你大學怎麼會？對，就是有興趣，就是去讀這個。所以你是決定好會脫亞這樣紅呢？就是當我高中畢業以後，就決定要去讀這一個。哇，那其實你高中就已經想好你可能會回來了。對，就是高中就是因為讀這個科系，就是想說，其實那時候是迷茫，因為你高中的時候，其實現在有時候很多人會迷茫嘛。然後我那時候迷茫的點的時候，然後剛好。爸爸的朋友是讀那個系的，然後他就說，有沒有考慮說去，就是家裡是茶葉嘛，然後想說，那你就覺得，那既然你迷茫的時候，那你不如家裡有這一條路可以走，然後說你有沒有興趣？所以我認真學茶，還是在大學的時候在學。雖然從小在喝茶長大，可是真的認真學還是在大學。對啊，韓細時節就班教班做，啊唔過太開時就會好專門呢，啊唔過妹妹呢，因為你知道姐有去接觸誒，就不會說啊家裡好像產業沒有人接，你知道姐姐已經有這個想要往這個路走了。那對芝玲怎麼沒共用同姐姐共用上來來轉到武康？因為像我是讀五專嘛，然後那時候五專是讀美容科，然後在讀書的同時就是有在外面打工，就是在髮廊當那洗頭小妹。對，然後做一做到大概，因為五專是讀5年，然後再到4年級、5年級的時候就有在想說，那我畢業後到底要繼續往我的美容繼續走，還是說有什麼其他的方向？然後那時候其實也問了很多，就是不管是美容的一些哥哥姐姐，或者是我爸啊，或者一些前輩，然後後面我的得到的結論就是，如果家裡有資源，那他們都是建議我還是回來家裡好好的掌握資源，不要在外面這麼辛苦的打拼。就是因為後面很多的去想啊，然後還是覺得那我還是回來，因為姐姐也回來了嘛，那我們就姐妹一起把這個家裡這個產業經營好。
哇，很不容易耶，姐妹一起进。不卡还有其他生意的吗？就两姊妹。两姊妹。天哪，呀，的爸爸妈妈听说懂佛气。如果是我爸妈，他们一定超开心的耶。就是贵妇卡人，大家就赚到七家嘅物卡来做这样子。不过其实也没同龙潭嘅茶发展有关系，对不对？其实你也都赚到物卡结束也差不多几多年的时间呢？差不多几年了？我大概5年、6年、5、6年、5、6年，然后妹妹也差不多，也都差不多，差不多。我只是比她早回来1年而已吧。哦，那按用其实龙潭公司是不是其实也有因为一些推广，所以它的这个茶的产业有渐渐的这个发展，也要讲有一些的改变。我觉得其实像就还是感谢一下，其实我们的官方政府部门，因为龙潭是一个很就是大家熟悉很传统的一个茶产区，对，一个很传统的茶产区。那其实我们觉得，其实很多政府部门也有很多大力的在推广龙潭茶的部分，对，然后也给很多的资源，或者是说像不管是说一些是培育啊或什么相关的，他其实也投入蛮多的精力在这一块，所以我们那时候刚好回来的时候也很庆幸，说刚好我们有一群刚好也同样差不多年纪，而且也都是在龙潭就是做茶的伙伴，刚好那时候大家年纪相仿，然后就可以一起做交流的部分。安永懂后，而且一丘妹有成立那个茶产业的休闲农业区，大概在那个前后的阶段，然后后续就有很多的香港的朋友可能就转到乌卡就返乡开始来经营。对，故说你看到一类茶嘅产业，大家可能会想讲，还真传统的事情，不过其实其做的有做动多嘅变化。休息下，等下再过来谈呀茶产业第3胎，也就对茶嘅经营有乜嘅其他嘅想法。好，欢迎大家又做到福起来咧！我係做一圈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龍潭嘅茶，還個經營嘅3胎。哎呀，兩個同後生嘅小妹，兩姊妹就決定自家愛轉到烏卡來接觸烏卡嘅茶產業，算係相當情愫嘅，我知道。目前5年應該沒有後悔。而且其實剛剛有講到第3胎嘅想法啦，第1胎、第2胎有些冇共用，有傳承。唔過沒有創新，其中一咧，我知道當創新的部分就係夾到開始嘅一種新的茶種，然後一種茶種帶來龍潭，所以一開始就係夾到帶進來嘅。以桃園龍潭來說的話，對，然後一種茶我都。這個茶我真的是看到它，我不會覺得它是茶葉，你知道嗎？因為它叫紫芽茶，我想說會是什麼海帶湯之類的。同大家來紹介一下這種茶的特色，這樣子。對，姿玲分享。我來泡茶。姐姐要泡茶 ，OK， 好，我們就交給姐姐泡。我會有找到紫芽茶，是那時候我們在307的時候跟茶農喝茶聊天，就是爸爸的朋友。然後那時候他剛好有種植這一個品種，我們就說，那拿來喝喝看嘛。結果一喝發現，這個品種的香氣特色很好。那我們想要剛好龍潭有買一塊地嘛，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種植看看？然後我們也那時候完全不知道說到底這個品種適不適合龍潭這一塊地，我們就對呀，因為茶樹對，因為每個的茶樹生長勢不太一樣，所以我們是種了它，然後還有另外12個品種加在一起，總共我們先種了這13個品種下去，什麼清新烏龍。你用3年種13種，因為我們先種13種，然後先看。就是像烏龍、金萱等等四季春那種比較常見的品種也都一起種。我們種完之後看誰長得最好，然後發現說，紫芽茶它不但最有特色、香氣特殊，而且在我們那一塊土地也長得最好，才決定說我們要開始大量的繁殖這一個品種來推廣它。所以頭擺某人種過，所以也不知道這個茶的那麼適合那一塊。對，所以幾點都
还比之前已经就是适应的这些茶树长得更好吗？对，因为他们那时候我们是13种，就这样一排一排的这样种，然后一看下去都会发现怎么它长得特别的旺，是生长势的方面，所以才决定说它既然我们都要回来种植茶园了，如果又种跟过去就是目前龙潭常见的这个品种的话，我们的差异化做不出来，然后那我们就干脆就直接种这个品种，因为差异化有了，特色性有了，然后又可以好好的去宣传这个品种，看能不能为我们桃园龙潭带一个新的品种起来，就是去推广这个茶叶。给安永给这种紫芽茶这种的茶树茶种啊，其实在做哪一种茶？因为就是一种茶树的品种，它可以做很多种不同的茶嘛。那像安永给紫芽茶，它适合做哪一些？因为我们是目前有做过红茶跟绿茶，因为绿茶比较好玩的是绿茶它的，因为紫芽茶有保有它花青素，然后我们在做成绿茶的情况下，我们再把柠檬滴下，因为茶汤滴柠檬，它茶汤因为花青素还在，所以会变色。对，它的可能滴完柠檬之后，它的味道会比较偏向一些，就是柠檬的酸跟它的香气会没有那么会比较明显啦。可是它的茶汤如果在不加柠檬的情况下，它的滋味其实也还蛮甘甜的。然后另外就是等一下可以喝到的紫芽红茶，也是我们目前就是最具有特色的一个做法。东神七耶，我们还没有想过有茶还会有花青素变色，对，因为它花青素还有保留在里面。对，不过像红茶的话，因为已经氧化过了，再加柠檬就没有用了。就没有用了。对呀，看起来个红茶跟茶米跟圣木，它是没有那么深的，对不对？它发酵度没有那么那个。哦。然后还有品种的关系，它也不会像一般红玉那么的深红色。对，因为品种也有差别。它比较像是琥珀，有点琥珀。对，干够比琥珀稍再深一点点而已。哇，好漂亮哦！而且这个茶具也太可爱了吧。好，那我就不客气的去喝茶，谢谢。来试试看，第一次喝，谢谢。好，我应该怎么品它比较好呢？我刚先用批跟奶吃后，有一点奶香味哎，刚闻到第一口。就是可以先怎么喝它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先闻香气，对，然后你还可以看它的茶汤颜色，然后再慢慢的分成3口，慢慢的喝下去。3口是不是？对，可以慢慢的优雅的，我们要优雅的来喝它。它好像有一点蜜香的味道。它有点那种甜香，然后它就是它冷掉以后，它会你就等它稍微可能放凉一点点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淡淡的玫瑰香跟胭脂香，它的品种特香，甜蜜很快就出来耶，它完全不用等回甘呢。我好像讲太多话了，我觉得他们很安静，可是跟我兄弟眼一直共发。对，我知道呀，嘿，完全没色嘅红茶，对，它就是淡淡，但是香甜嘅米它的甜感会很明显。对，好香哦。玫瑰好像在很后面会有一点点出现。对，它就是后面的时候凉掉一点点的时候更明显。好好奇哦，我知道来吃一种新的茶品种，对我来讲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情，因为每因为安尼太敢吃过以后，它龙潭有它当然可是种按用给紫芽茶的，对不对？我们目前的话，就是我们家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合作的，它大概是种6000颗，它好像种了将近有3年吗？应该快3年，它快3年左右了，对，因为茶树也是要2、3年左右才可以开始做收成。对，古时候有见到龙潭嘅茶叶开始来种按用嘅紫芽茶。对，古时候同大家来分享有新的品种啊，咩系啊两姊妹一开始想来老佮带到龙潭来啊，结果就发展到以后，对不对？对，创造出一个自家龙潭茶嘅特色。还个唔单像安尼哦，还有酸甘茶。我头前看到嘅呀酸甘茶，因为种爱滴也系一个非常非常复杂、功能都难做嘅茶，然后也咩系人就自家做诶，自家做诶，你就自家做诶，好麻烦哦。阿公嗰时应该都唔想做酸甘茶，真的太麻烦了。我们其实一开始早期的时候都是委外，就是请朋友代工，就是我们给他茶叶原料，然后给他去做，然后后面发现说，其实我们就刚我们自己回来以后，
我们回来以后刚好附近的刚好有果园，它有柚子茶，其实也可以做成酸甘茶，柑橘类通通都得，对，都得去做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其实也可以自己来去做做看，所以我们后面就变成就是我们自己下去，然后来去做酸甘茶。哇！而且你要有个酸甘茶有加自己的配方，因为酸甘茶特色就是你要不卡油嘛该就都得嘎嘛该嘛，对不对？那你们加了什么特殊的配方咯？同他的供应还是要考我？先喝喝看，很严格哎。我必须说，我第一答案黑马改，但是它的味道没有很明显，因为我原本很担心，因为爱清强酸，因为酸甘茶就已经有个皮嘅酸味啊，不过也是很顺口诶，因为ที่夾嘅酸甘嘅皮完全冇附嘅米稀，一點苦澀味都沒有。你們家的茶都是順順的、悠悠的、清甜、清甜、清香、清香。然後呢，你要有個去加落去嘅配方是梅子。对，我们加的是那个梅粉。因为我们家除了种茶以外，我们也有种了将近130多棵的梅树，它是属于叫做嫁接的，所以很适合我们就是很适合我们比较平地一点点的地方去生长这样子。然后就是把它梅子的果肉，然后我们有去做成梅精，然后梅精剩下的一些配料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加在烘干以后，然后把它加在我们的酸甘茶里面。完全没吃到有酸的感觉哎，它就是一点点在里面，很刚好的比例。也个爱吃到调皮都比例刚刚好，係清難嘅。啊，不過我相信大家通嘅安尼講啊，就會想講，也用姊妹真件做嘅好係冇想過，係講有一種想法嘅話，真件做得七家行到幾多嘅茶行。其實剛剛有講到也到種嘅13種茶樹，還個有種嘅梅嘅樹，一啲東西都係也到七家種嘅。有一部分愛種按道茶嘅原因，咪係因為像一本大家都做得可能都也到茶樹，甚至講。認識也都有茶樹，比如講係講我基本嘢係一個人下，我去到也都請燕玲同子玲來試茶，啊試茶我想去買茶嘅，所以希望也都說，我懂很好奇那個指壓茶上都蠻該用嘅。你們就把客人帶到後面茶園嗎？這樣聽起來怪怪的。也不會，就是因為其實我們茶園就是在我們的工廠或是旁邊而已。哦。對，所以就是有時候可能客人喝一個茶，因為他這個有些品種是他完全沒有接觸過的，然後他就想說，那到底它長什麼樣子？然後他喝完以後，他就可以就帶他去茶園看看，然後讓他了解到說，哦，原來它長這樣。因為我覺得讓客人透過五感的體驗的話，會更讓他就是會。就是更好記得啦，對，相信大家都是。對，真嘅，就是親身行落去認識也都有茶樹，我覺得也係一個懂體貼嘅經驗，甚至沒有一個 DIY 的一些手作的課程可以參加。真嘅都冇簡單，韓國人家還有看到相片，看到茶園嘅相片，其實我從也都茶園嘅環境是很豐富的。就是像地板上的那個植皮啊，給臭黑上東東誒，不會說光禿禿的。其實你要有特別照顧茶園嘅土壤，有照顧茶園嘅內容，什麼？對，就是希望可以怎麼樣照顧這樣子的茶園的土地。應該說這塊土地是我們後面才來買的嘛，然後這塊土地在過去50年都是種茶園，只是因為他們為了產量，所以可能會比較偏向商業化的模式去做經營，就是可能會噴一些農藥啊，或使用一些化肥的情況，所以導致土壤比較貧瘠化。就是你走在路，就是走在那個茶園上，你還會看到土地上有青苔，就那種比較酸化的土壤啊。所以我們那時候買下來之後，覺得就是地球是大家的嘛，我們不要這樣子一直不斷的去拿那個土地的所有資源，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茶園就是整個清掉之後，開始種植那個用草生栽培的方式。就是我們先是有一個方法，是我們畫一個區塊，然後那一個區塊我們開始堆廚餘，對，就是我們自己本身一定會吃飯會有很多廚餘，然後我們也有一些鄰居那裡很多人喜歡散步，就每次你會那時候你可以看到在傍晚的時候會有些人提着一大袋廚餘經過我們家，然後把這些廚餘倒在我們的那裡面，對，然後可以讓我們自己的廚餘跟我們附近的居民的廚餘，還有一些自助餐業者、一些果菜業等等的廚餘，他們都會匯集在那裡，我們把它經過一段時間的腐熟，做成了肥料，然後用來灌溉這片土地。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也有去专程，然后就从外面，然后买了很多的蚯蚓回来，因为土地刚开始是一挖是挖不到任何蚯蚓的，就是很硬，对，又硬，然后又没有蚯蚓，我们开始大量的想说。反正等它长太慢了嘛，所以我们就先把从外面的蚯蚓引进来，然后让它开始慢慢的改良土壤，对，然后开始长杂草，长了杂草，我们就用割草机去把它割，就是保留原生的草种，然后不断的这样子长了就割，长了就割，这样过了1-2年，让它慢慢的土壤开始恢复一点活力，我们才开始种植茶树。哇，对，然后现在每年我们的也还是惯行，就是我们不要再用药了嘛，所以我们就是只要长杂草，我们就是把它割到一定的高度，保留原本的草种，然后它们也都是比较矮花一点点的草种，让它不断的去涵养我们的水分。古手，你看最近同用心地经营自家嘅茶园哦，冇简单。古手还有乜嘅故事要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欢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下龍潭嘅也茶園，係兩姊妹經營嘅第3胎。剛剛有講到嘅到咩到其他蔬菜熟食嘅新嘅品種嘅茶樹，一種品種叫做紫芽茶。各位老期待到龍潭，還有龍潭就見到人開始來種一樣嘅茶，故說咩天天嘅發展出也龍潭嘅茶冇樣樣嘅用嘅。節目當中最近當什麼就是燕玲跟芝玲今日來同大家來分享，唔單像茶以外，還有帶來好食嘅東西。因為大家食茶就會想要幫一些咧食點心啊。對爸爸嗰種事就有挺有名嘅，就是茶瓜子、茶香瓜子嗰種事就懂有名嘅。然後人家的接觸過嘅，還會就是繼續維持這個品相，很多老顧客喜歡。對，很多客戶都是就是每年尤其是過年的時候，他都是下的很多的訂單來，而且他就是吃習慣我們家以後，他就吃不慣其他家，就很自豪的一個小地方。對，所以接觸過還係愛繼續經營嘅呀茶瓜子這個商品，但唔單唱安尼，後生也沒有新的想法，也跟朋友一起合作，做出這個茶香腰果，對不對？這個腰果來同大家小姐一下介紹一下。這個腰果的話，它就是主要是用綠茶粉跟那個它在，因為腰果的話，它是用炒的過程的時候，它就是有綠茶粉就跟糖跟綠茶粉去給它裹在一起，它有淡淡的茶香味。而且我們那時候它不是只有單純是只有茶葉口味而已，它還有其他的。可是我們吃到後面發現說，因為它那時候好像還有檸檬還是什麼其他的不同的風味的腰果，可是我們發現吃到就是覺得茶葉是跟我們家最契合，而且也比較可以解膩一點這樣子。對，因為茶米跟米西真運動一開始你不用到最底度，那個綠茶的茶香味就會飄出來。但是我要說的是，你的大批按用嘅腰果，你也是選不是很高溫去烘焙它的，就是它還有保留那個腰果嘅甜甜的米西。應該吃到亞東好食嘞，是朋友做的嘛，對不對？對。所以就喺人家的提供去給烏卡嘅茶粉，然後給朋友，然後朋友自己做這樣子的腰果，應該也很受歡迎吧？它市場上跑的話也都跑得很好，而且它最好的優點是它不用剝殼。對啊，我剛剛就是給手某 K 瓜子就在想到腰果直接不用追肚就很偷懶。對，故事我同大家來分享。還有上一批經營茶也沒有新的想法。那我們剛剛一直都有講到這個 DIY，還有就是休閒農業的部分。兩姊妹沒有啲嘅經營，還講也是有給大家發通動神奇。有其中一個活動是可以吃炸的茶葉，是口味茶牆。我完全沒辦法想象，會苦嗎？就是它那個是一個體驗活動，就是我們帶着我們的來我們家的遊客們，然後他就是背個小豬簍，然後帶，然後如果想要帶斗笠也有斗笠可以給各位，然後去採茶青，因為很多人其實不知道茶葉到底怎麼去採，對，然後你就是現場就是大家就說哦，原來這樣是採茶青的一個動作，讓他直接透過說你去採完的茶青，然後來去體驗。然後來了解一下說，早期他們就或者是很多的不同的工作性質的一個狀況，讓他採完以後，我們就是很多人都是直接就是可能做紅茶，或是做成茶葉，對不對？然後我們的不一樣的點就是，我們讓他採完以後，
你可以洗干净以后，然后裹面粉裹一些面粉，还有面糊的部分，然后去酥炸来吃。就是很像那种泡菜，就是客家人会把天妇罗那种感觉，裹面衣的蔬菜给擀糕。对。哦，那个茶摇起来也会有那个茶的香气吗？茶给熊会有淡淡的一点味道，然后这样是给他去吃吃看，会有不一样的体验。这个好有趣哦。可是也是因为我们的茶青是完全就是没有喷化学农药的部分，才中的按钮。对，鼓手这个活动应该是要预约的，对不对？对，都要预约。黑公想要来参加，要得发通记得而且打天发希望也蛤蟆嘅時間做得。對，所以第三台按用接觸經營過後有動到新的想法，每次都兩姊妹愛向下經營。聽說我有動到我光想啦，愛同吳卡人向下來做事，就會一件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鼓手今日應該呼吸下啦 ，OK。然後兩姐妹很緊張啊，大家唔知啊，會做嘛該？先來一個基本的好了。6、3、人，我们要同時回答哦。如果說要選的話，2個人誰最愛生氣？1、2、3。我答案一致，好像是我。答案一致。差不多幾多你會熊吵100，幾天會吵架一次？都沒有幾天會吵架一次，應該就是我們2個一定會有很多地方要協調溝通嘛，然後可能就協調。我覺得我是對的，他覺得他是對的，然後我們就會可能情緒上就會沒那麼好，因為太熟了，所以可能就不會有些什麼客套之類的情況產生，然後也可能就炸掉了這樣。對，所以這些都是只是吵架嘛，反正吵完了，時間過了就好了。對，就不會說什麼真的什麼翻臉啊、不講話啊那一類是不會。鼓手，你家的熊吵架是很快會好的那一種。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多是情绪性的一个事情，对啊。可是你过了，你冷静下来以后就没事啊，就好像也没那么严重，就还是吃饭啊。要讲开吗？不用讲开，不用讲开，就是先把问题解决掉。要把问题解决了，然后梳理 OK 了以后，然后就没事了，就还是照样吃饭睡觉。所以还行哦，比我想象中的好。那好，既然我们刚刚讲了吵架是美眉之琳比较喜欢生气，比较容易生气，那每次吵完架谁先低头？1、2、3。我觉得没有低头的问题，没有低头，就是会讲开来，都不愿意低头。好，那6、3、人谁最爱哭？没有哭过哎，哭比较因为没有长大了以后比较少了。真的假的？但是你们没有遇到我哎，如果我是你们家的第3个姐妹的话，我会哭得很夸张。所以你们2个都不是那种会很容易哭的人。看电影哭不算吧？不算，就是情绪化的哭，不会到哭，没有，还好。对，就是长大了就比较没有，小时候比较。那你们情绪还蛮平稳的。那你眼中的姐姐或妹妹，你们觉得对方像什么动物？动物，我觉得像一只猫。太慵懒了，尤其放假的时候，整个很像一只猫，很像一只猫，很慵懒的样子。邱院长没有哎，那之琳觉得姐姐像什么？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了，没关系，姐姐帮你回答了。姐姐觉得，那姐姐自己觉得自己像什么动物？我像什么？好，想不出来，这很难。好，没事，没有，我就是要题目就会够神奇，就会想要本太讲，汉卡苏斯夹的两姊妹，啊，唔讲係想，廿到轉到烏卡有經營接觸烏卡嘅按用嘅產業，一定有動到動辛苦嘅過程，沒有可能沒有動到動歡喜嘅事情，啊，唔過青春有嘅係一定要有烏卡人嘅支持。唐功夫卡人本來都動到嘅天數，對不對？對，就是很感謝。因为我们其实回来的时候，其实爸爸很开心啦，因为对，就对他爸爸很开心说，
就是有愿意，因为他毕竟他打了一小片的江山，然后现在当然都希望很多都是希望后继有人，然后我们愿意回来以后，所以爸爸愿意给一些资源，然后也愿意支持我们去做一些不同的创新。也係啲拍醋嘅阿爸，阿爸，对，都也係很會去拍醋。我們的壯丁，我唯一男丁，男丁這樣子，對，所以有冇喺發上嗰啲節目當中同不卡人講嘅冇？我還是要感謝，我真的很感謝我爸爸願意支持我們。然後在於一些創新的部分，他相較於很多的比較傳統的一些長輩來說的話，他其實很願意跟我們分享跟溝通，而且他願意坐下來跟我們聊天。好棒哦！之後安容就會今後嘅接觸傳承不開東西，和做地有好相連新的想法，仲譬如做地來支持。故說希望大家真人來多多注意一下，台灣的農產業、韓國也有加工，全部就係一條好生意發動到新嘅去創造出來嘅。故說今日什麼燕玲同志玲來到節目當中，謝謝。謝謝什麼嘢？沒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舒快休息一下，等下共下來做運動哦。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面書傾站，韓國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也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